来看第22届的万甲博览会，并无受到风台影响，早起伫台北世博一馆开幕，10点开放进前都上万人排队等要入场。主办单位是表示讲，这届有1200个单位，125间的厂商，参观的人数应该会超过60万人，嘛应该有2亿5000万的商机。排队的人排到落长，为世博一馆的内底一直排出去，西规栋大楼咧排。 等10点就会到。开放入场了后，真侪人各种的入场，都是为着要买到家己介意的动物作品、甲周边的商品。间谍加酒，我推的孩子5、6点就来。对，大概是晚上11点多的时候，然后为了那个春雨工作室的产品，然后来这边排队的。风台风雨无法度影响民众排队的热情。第22届万华博览会伫台北世博一馆举办，有动漫迷卡手真紧。 开幕才半点钟，就已经买到真侪伊要买的物件。也若有 Spy Family、救赎回战等等真受欢迎 IP 的动力，也有出版我推的孩子的青文等等的厂商，人是拢叉叉叉。所有的作品，它就像是带领读者进入了一个新的梦境。若是日本甲韩国，每测会下底台湾平台 CCC 对万台，带领真侪台湾的作品参加展览，希望会当吸引更较侪民众来看。 原创漫画确实还是占的比例比较小，或许是9:1这样的等级。台湾的这边，我们也是积极的再去寻找这样的可能性。例如说，像泰国，他们其实非常喜欢 BL， 台湾的 BL 作品其实品质也都很不错，而且口味和那个调性都跟日本或泰国本土的都不太一样。拜托各位出版社，我们希望在未来，我们除了产业之外，我们更重视台湾 IP、台湾原生台漫的发展。 今年万华博览会邀请152间厂商，差不多1200个单位，规模搁再创下历史新高。文化部长讲，有部分的业者响应成人礼金的政策，会当使用文化币来消费。嘛期待大家除了关注海外作品以外，卖当认捌台湾的红仔册，让台湾的艺文产业会当愈来愈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